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EOS R Channel， 我係 John Yan。一直以嚟，我哋嘅 EOS R Channel 都係同大家介紹啲 EOS R System 無反相機嘅設定，但嚟到今日嘅 Cinema EOS 特輯就會特別少少啦，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部有史以嚟最細最輕嘅 Cinema EOS 電影攝錄機，佢就係 EOS C50啦。今次 EOS C50就配備咗一塊3200萬像素嘅全篇幅 CMOS 影像感應器，提供咗高達15級嘅動態範圍。喺 Super 35模式就更加支援高達16級嘅動態範圍拍攝，保留更多光暗嘅細節，呈現出更加仔細同埋富層次感嘅影像。EOS C50支援最高 7K Open 機 30p 內錄蝸影片格式。只要喺機身 menu 將拍攝比例轉翻去 Full Frame 3:2嘅模式，就可以以 Open 機制式去拍攝，用家就可以充分運用 CMOS 整個畫面進行製作嘅。喺後期畫面裁切就擁有更加大嘅空間同埋選擇啦。更加係支援 Anamorphic 變形鏡頭同埋 Discrete 預覽，對於專業級影片製作提供咗更加多嘅可能性。而除咗 Open 機之外，EOS C50就提供咗最高 7K 60p Raw Light 以及 Oversample 嘅 4K Fine DCI 60p 嘅 XF-AVC MP4 影片。另外喺高格數攝錄方面，亦都提供咗最高 4K 120p 422嘅10bit 影片拍攝。喺運動賽事同埋 MV 拍攝等場景都好啱用嘅。值得一提嘅係 EOS C50加入咗全新嘅同步裁切攝錄功能。支援 4K、2K 或者係 Full HD 嘅同步裁切攝錄。當用家以 EOS C50拍攝緊一條17:9嘅環島畫面嘅時候，機身就可以同時記錄並且輸出另一條直島9:17，又或者係正方形1:1嘅影片入去 SD 卡嗰度。當中裁切畫面可以按用家水平移動去所需嘅位置。咁如果我哋想同時輸出兩條唔同嘅片、唔同比例嘅時候，咁我哋可以入翻呢部相機嘅 menu， 咁然之後喺呢一頁第4頁嘅，咁然之後第一行 Second Cut Recording Functions， 咁我哋再撳個 Set 掣入去，然之後轉到去第3行 Main 同埋 Crop 嘅 Recording， 選擇咗之後呢，我哋就再落下邊嗰行呢，就可以選擇翻第2張卡錄嘅格式啦，可以揀4220bit 或者係4208bit 嘅。咁然之後亦都可以選擇翻佢嘅大細啦，喺呢度選擇翻。咁當你選擇完之後呢，咁我哋就會跳翻去隔離嘅第5頁，再落去下邊嗰行 Crop Setting， 入咗去呢度之後呢，再去揀第一行 Position。咁喺呢度呢，我哋用個遙控光呢，就可以選擇你想 crop 邊一個位置啦。咁你可以揀左邊位右邊啦。咁如果想當你去翻中間嘅話呢，可以撳翻個機背後邊個 cancel 掣，咁佢就可以直接跳翻去中間嘅啦。咁到時第2張卡拍嘅片呢，就係而家格仔顯示個畫面啦。咁全新嘅同步裁切攝錄功能可以喺一次拍攝同時輸出咗2條唔同裁切比例嘅影片，對於啲要滿足唔同平台格式嘅內容創作者嚟講，就可以慳翻後期製作嘅額外時間啦。話明係最細最輕嘅 Cinema EOS 電影攝錄機，當然都要一齊睇下機身設計上面有啲咩分別啦。首先 EOS C50機身就同以往攝錄機唔同，採用更加正方嘅設計，同埋重量只係670 gram， 更緊湊同埋輕量化嘅設計，令到 EOS C50可以輕鬆咁融入到唔同嘅拍攝環境，無論係要用 Gimbal 定係手持拍攝都更加方便嘅。連同機身附送嘅手柄 ，EOS C50喺機身上面、前面同埋手柄上面總共有3個 RAW 機制，而喺機身左上角、後面同埋手柄嘅前方就有一共設有3個 Tele Lamp。當機身電量偏低嘅時候，又或者係儲存空間就嚟用盡嘅時候，就會不停咁閃。特別當我哋喺多機同時拍攝嘅時候，就可以更加輕鬆咁樣監測住每部機嘅工作情況，唔需要喺現場咁走嚟走去，使到拍攝過程更加安心順暢嘅。
EOS C50機身左邊就設有各種專業配置嘅 Input/Output 界面，例如係 Type A 嘅 HDMI 插頭、Timecode 同 USB-C 等等。而喺右邊嘅記憶卡插槽就支援一張 SD 卡同埋一張 CF Express Type B 卡。手柄上面就設有兩個 XLR 3針插頭同埋控制面板。可以睇到 EOS C50嘅 Input/Output 界面上都採用咗業界最為泛用嘅制式。當要多機配合同時拍攝嘅時候，就更加輕易啦，適合擁有各種專業需求嘅用家。為咗令用家可以喺拍攝時得到更具電影感同埋順暢嘅變焦，EOS C50就喺機身同埋手柄上面都配備咗兩個專用嘅變焦缸，用家可以喺 menu 作2級速度嘅調節選項。當配合兼容嘅鏡頭，例如係 RF24-105、f2.8L ISUSM 同 PZ-E2，即使係手持拍攝或者係以手柄作低角度嘅拍攝，都可以一樣作出流暢而精準嘅變焦操作。以往要做到順暢嘅電動變焦效果，一般都要選擇配備電動變焦功能嘅電影鏡頭，或者係配備其他第三方嘅配件。但呢類鏡頭價格都比較貴嘅，甚至係需要一定規模嘅製作團隊先可以操作得到。所以要做到具備高影像質素嘅電動變焦畫面，門檻都相對比較高。而 EOS C50同時支援呢個電動變焦嘅 RF 鏡頭組合，就可以以一個更加相宜嘅價錢，喺全篇幅 CMOS 做到具電影感流暢嘅電動變焦畫面，同時又可以保持簡單而直接嘅操作流程。即使喺好細嘅製作團隊，甚至係有一個攝影師去操作，都可以輕易咁做到流暢嘅變焦效果。同以往注重用家自定工作流程嘅 Cinema EOS 一樣，EOS C50機身就設有14個自定功能掣，每一粒都可以按自己嘅需求去自定唔同嘅功能，例如係打開 Waveform Monitor， 或者喺正常拍攝模式同 S&F 模式之間切換，令到操作就更加順暢啦。咁 Cinema EOS C50咧提供咗14個嘅自定按鈕，咁如果大家想咧轉翻呢14個自定按鈕咧，大家只要入翻個相機嘅 menu， 咁去翻呢一頁啦，自定按鈕嘅頁面。咁呢度其中有2版咧，都係顯示晒呢14個掣嘅自定設定啦。咁第一頁咧就頭7個啦，咁然之後可以去翻第二頁咧，就會見到8到14嘅選項啦。咁我哋咧其實 C50裏邊部機咧有3個 recording 嘅掣，已經係可以隨時可以撳掣錄影噶啦。咁如果大家咧唔需要3個掣去做 recording 嘅話咧，可以將其中一個 recording 掣咧可以轉做其他嘅設定。咁例如咧，我哋將第7號呢個7號掣咧可以轉其他嘅設定啦。咁有啲攝影師咧會將呢個按鈕咧會設定為 base ISO 啦。咁我哋可以咧入翻去呢個位置，就選擇翻 base ISO 啦，再撳翻 set 掣確定。咁而家7號呢個掣咧一撳就係轉咗 base ISO 噶啦。除咗係操作性能，EOS C50亦都為專業用家提供咗更大嘅擴展性，喺機身四周圍都加上咗啲螺絲位嘅，用家可以按住自己嘅需求喺機身外面加一啲配件，例如係外置 mon 同無線圖傳等等。喺工作流程同操作上嘅擴展性就更加靈活。機身底部亦都配備咗前後2個1/4螺絲，當用家將 EOS C50配合腳架、gimbal 甚至係航拍器材拍攝嘅時候，就可以更加穩固啦。唔怕喺動態拍攝環境下，機身就會自動轉開，咁就更加安全啦。相信好多用家使用呢一類嘅電影機去拍攝嘅時候，就會另外配備外置電源供電，確保機身即使喺長時間錄影都可以保持供電嘅。當 EOS C50喺拍攝過程裏面，機身嘅電池就嚟用完，呢個時候就可以切換透過 USB-C 去供電啦。然後喺拍攝過程中途直接更換機身嘅電池，亦都唔會因為打開個電池蓋而自己熄機嘅。配合埋機身裏邊嘅散熱風扇，同埋可以自定唔同級數風扇散熱效能，就算喺拍攝訪問、講座呢類長時間 long form 內容，咁都一樣可以應付自如嘅。同其他 Cinema EOS 攝錄機一樣
EOS C50 採用 Custom Picture 色彩預設，支援 Canon Log 2、Canon Log 3同埋 Canon 709YDR 等等各種嘅色彩設定，對於 Color Grading 後期調色空間同埋保留最高動態範圍裏邊嘅影像細節就有更多選項。除此之外，當使用 Canon Log 2、Canon Log 3或者窩製式去攝錄，EOS C50都提供咗兩種 Base ISO 俾用家選擇，分別係 ISO 800同埋 ISO 6400兩級。喺面對光差太大嘅環境底下，就可以更加靈活咁樣切換啦，令用家即使喺身處室內或者低光環境都可以得到更乾淨清晰嘅畫面。雖然 EOS C50就冇加入機身光學防震系統，但係 EOS C50就支援咗內置嘅 Movie Digital IS， 提供咗5軸防震效果。而當配合具備光學防震嘅 RF 鏡頭拍攝，機身同鏡頭之間就可以由電子接點作出協同同控制功能，將機身嘅電子防震同鏡頭光學防震互相配合，更進一步提升防震效果。即使係手持拍攝，都可以保持影像穩定。咁 EOS C50 Movie Digital IS 提供咗2級嘅防震效果俾用家選擇，只要入翻 menu 揀翻 Standard 或者係 High， 咁就可以互相咁樣切換啦。相信大家今日睇完呢條片之後，都對 EOS C50有更加深嘅了解啦。睇完之後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下次再見，拜拜。Canon, delighting you always.